iDirect 使用直徑為0.85毫米的極氣管微針，能夠以毛囊為單位分離雜區的皮膚，而使用手術刀切割雜區皮膚的方式相比，痛感更少，雜後的疤痕也不易察覺，而且有經驗豐富的專業醫師操作，最大程度避免斷髮造成的損失，能夠確保移植過程高效順利。按照世界通行標準統計，通常情況下，每小時可集的毛髮數量約為400到600株，但是在 Islandtown Clinic， 我們通過提高技術擴充專業設備以及和醫療團隊高效合作，每小時的毛髮集數量提高到了800到1500株。快速集技術能夠最大限度地減少移植株的損傷，提高成活率，僅一次手術就能移植大量毛髮。